特赦国际在一份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这些人在哪儿？中国当局应该回答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里被失踪人员的下落。报告指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任意拘捕行为已达到高峰。另一方面，旅住在阿德莱德市的维吾尔妇女举办了关于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摄影展览。土耳其可尼亚举行了以中国铁血镇压下的东突厥斯坦为题的讲座会议。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协助协会总秘书长阿布莱提·阿布杜热赫曼就东突厥斯坦局势发表讲话。另一方面，旅住在阿德莱德市的维吾尔妇女举办了关于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摄影展览。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正计划对其政府进行深度重组。委内瑞拉副总统德里克·罗德里戈斯表示，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计划对其政府进行深度重组，因为该国在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长期停电。他说，西方媒体称美国与腐败的政府和无能的官员，国家越来越多地陷入债务之中。Counterpunch 杂志称，军费开支使美国陷入破产，而政府和当局则向公众撒谎，并要求为军事需求提供更多资金。作为一个例子，显示了开放政府的研究结果。3月18日是卡纳卡赖之战胜利104年纪念日，它始于一个英国法国联盟的海军行动，目的是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打通波苏布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凯穆尔和他的战友英勇善战，改变了战争的结果。当时前往麦加朝见的东突厥斯坦人过路土耳其时，放弃了去麦加的念头，并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役。